中央内埔乡同竹田乡一道守好，也以下年来发展球类运动，如有喜好的成绩，像内埔丰田国手的考古球、内埔国手的排球同竹田国手的橡皮球也都，有会喊出国比赛得到世界冠军。大帮球类运动的推展，学生的各有自信，感觉过光荣。社会生活也变得很过丰富的，不过讲也唔怕讲，嗰道球类运动唔係亚运、奥运也到国际比赛嘅项目，本人认为看唔到乜嘅未来，看唔到乜嘅发展。國家有嘅家長又希望講，雖然係行喺讀書個重要，故所也一下人來學校睇推廣球類運動項，也遇到許多嘅困難。羅粉生、羅院長、羅帶眼嚟去看一群運動社選手嘅歡樂、光榮同未來。你要举着等人家啊！快点进来，太慢了啦，还在犹豫。快点进来，二道嘞，可以推球，可以攻。啊，你都没有准备，你没有在这边准备，就是要在这边准备啊。虽然将拿到世界冠军無幾久，雖然係你唔敢開太嘅練習，呢條動作冇做確實。教練第一時間就會指導。你看到现在都没有防守到，每一球都得分，不是失误就得分。那球要擦干哦，我们比賽也会遇到这种下雨的状况呢。雖然同教練將每一場練習弄轉做正式比賽，所以無論進攻也係防守，必須弄愛做好來，順得清清彩彩。喊出来啊！动作动起来，声音喊出来，大声一点。捡球快一点啊，都快啊！內部豐田國小巧固球隊成立已經17年，直接參加國內外嘅比賽，成績也一好，做已經喺屏東縣嘅巧固球名校。因為更加適應啦吼，運動嘅時間較少，大家體育卡打天龍啊，我冇看電視啊。或者適應真係運動嘅時間太少，或者我要想講，體育教有啲運動唔適應嚟打，有啲一打又個反應。都知道我们小朋友的体能越来越差哈，所以透过巧固球的运动，应该是球类运动哈，来增加小朋友的这个体能，还有养成运动的习惯。那你学校的哈科哈，那球都摆在这个这个走廊上，小朋友一哈科这个要拿去搞哈，而且我们的班级比赛也常常以巧固球为主。来，因為巧固球從事個人表現之外，也要當好嘅團隊默契，又還要天速順利接觸到對方嘅身體，所以本人按照卷子球就到教員內上網推廣。從運動中學到讓同朋友合作，讓同條路講，俺讓打球嘅，可以得分。啊，人家接唔到，贏一場比賽。以前打的时候有点不会打，可后来练习的时候越来越好。移動，防守，移動，防守，移動，防守。跟大家一起接球啊，防守啊，打球啊，然后分享快乐啊、喜悦啊，得到。就是全部人一起得到奖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呢條攏係新灣原來去年辛苦練習了後所得到嘅鼓勵，今年還見到奧地利透過自己青少年巧固球錦標賽拿到冠軍。拿到獎牌的那一剎那，或者打贏的那一剎那，學生的成就感。它是一種尊榮感，但是榮譽感，他們都會是下一次再認真學習的一個動力。3、2、3，腳尖着地就好了。5、6、7、8、
4、2。有了世界冠军嘅讲法，去年同教练见自我要求同加强练习，就会爱丰田巧固球嚟啲招牌继续发光发热。也可能系容易感嘅支持，自然性嘅胆头同运动家精神嘅燃烧。呢場下晝4條嘅雷千二，打亂竹田國小橡皮球嘅練習時間。不過出現嘅熱情並無因為而來減少，大家以啥做一項心理長體，唔是結構少得嘅體內走咧，使得開始熱心。還在聊天，聊阿良，退。嘉禾，你的外套要不要脱掉？長球鋪款差唔多咧，下來練習防守。拍夢辰，屁股要下去，你的那個肌肉力量才能鍛鍊出來。竹田國小橡皮球隊，也係一個由國際賽冠軍銜頭嘅隊伍。今年嘅香港橡皮球公開賽，竟一路過關斬將，拿到金牌。到香港拿到冠軍的時候，很高興，然後有收穫啊，然後練球的時候也很辛苦，啊，終於可以拿到第1名了。去香港一次回來，就會讓我們發現香港跟台灣有什麼差別。他們很強嗎？還好。戰術啊，你們打到外場打到就平手了嘛，吊高。來，開始，有了，不是他，有，來抓他，啊！橡皮球係日本小學農業嘅運動項目，不過竹田國小喺13年前特別將兩項法統列為重點發展科目，和成立教區。你當初都想到講喺度喺上下地方嘅聲音嘅嗬，下課嘅比較冇安尼地方好去啦，爸妹還冇下班，所以講前段時間疲頓，練的都練出興趣來。不會讓自己那麼無聊，啊，不然在家都一直看電視，然後可以跟學長學弟比賽。注意哦，注意直線那3個，走開哦，往你過來，過去了，換邊，來。休息。哎，誰打到了？來，比賽的時候打到人怎麼辦？哦，你打到了，你該做的工作你一定要去做。剛開始就覺得很好奇啊，就來了。這樣球很快，而且會打到，不是很痛？不會，還好，習慣就好。運動身體，身體運動身體去打回來出國比賽。所以呢都男人身體那個出國比賽命上有油。請多多指教。攻擊、防守、抗射，雖然喺練習之間增加球技，也漸漸培養團隊默契。也請小朋友用法律打響學校名聲。也豐富自家嘅小學生活。內部竹田體區嘅小學，也竟然為咗提倡運動教育，上網發展各項球類，也弄有唔滿人嘅成績，像竹田國小嘅橡皮球隊、豐田國小嘅巧固球隊，透過這項嘅比賽得到肯定之外，內部國小嘅排球隊也係國內強賽拿到前3名嘅隊伍。內部國小排球隊雖然將成立6年，已經係大家農地嘅排球名校。現任校長賴兆熙本身就係教練，也係排球隊成立嘅重要推手。12年啊，
每年人嘅專長無共樣，有睇有體育專長嘅啊，適應嘅啊，都有機會比如安尼練習，可以增加伊嘅體育嘅專長啊，對將來嘅一個發展啊，是越休閒啦，吼，啊都有幾好嘅幫助啦。就是會成長，會有更強的對手在前面等你。日頭小學發電依舊以鐵絲運動弄有唔滿男嘅性質，不過就面臨一條問題，像學生對運動無像頭擺還有興趣，家長也較唔支持咧。同打球有乜嘅未來日頭，大家弄外面弄外上。以前嘅電腦啊、嘅網絡啊，按流行，所以呢對嘅興趣較高。嗰陣打球嘅意義會廣大啊。嗰陣人家球員，我總歸4年嘅啦，唔想當啊，盡量都留下來。我們練訓練時間是下課以後是4年要去安親班，所以會減少球員的來源。而家做比球啊，吼，無算棒球，吼，足球，吼，田徑啊，就白話呢，吼，唔係亞奧運嘅項目嘅。所以講一般人唔係個注重嘅，因為一般人對體育嚟講，也係適應嘅教嘅項目，唔係比賽嘅項目。就只是因為小時候這樣子練球，然後以後也不見得真的會這樣走啊。對啊，就看自己現在興趣是怎樣，就這樣子打。媽媽之前是有反對啊，中間有一段時間也是沒有打，因為那時候考試考不是很好。媽媽說如果我再考很好的話，她就讓我繼續打球，然後之後我就每一科考到也還不錯。嗰時候練球個辛苦嘅地方就係這裡，不但要教育技術，同時呢也抗壓啊，而且照顧到人，希望家長咩有意見啊嚇。嗰時候做教育呢個辛苦嘅地方，你講有兩方面仲要去照顧到。打球實在有某個發展，當到家長弄少，所以一到小選手小學畢業就退休唔打咧。因為關於對橡皮球完全冇長遠計劃，巧固球也係強權嘅情形。巧固球唔適合打嘅嗰種大家有特殊啊。嗰陣咩冇學校講專門發展也巧固球嘅。嗰陣對家長來講，家長唔會支持講本身人嘅進打巧固球打到高中打到大學。漸見愛講未來先，可能排球了行還有機會。依個功課係唔係幾好，係咪靠一個排球嗬來去播送大學，甚至將來有乜嘅機會冇？雖然學校推廣球類運動面臨未來先，家長支持同學生興趣有啲問題，不過講到千頭前嘅發展目的，就係希望培養成人對運動嘅興趣。從小培養小朋友運動的習慣，還有運動家的精神。因為這個長期的這個訓練，小朋友的挫折忍耐度，還有呢他的合作的精神，都會在這個地方慢慢的培養起來。練聲音時頭比較好教，比較本人係重視，而又容易感。聲音愛一個東西，我應該說伊，可以稱讚伊。因為講比咧聲音有啲舞台，這個舞台。你會認同這個，我有責任感。另外一方面，由到看來一場無乜嘅未來性嘅球類項目，其實實際係一項基礎，也係一門會有運動天賦嘅成人開發潛能。伊要接，伊要接，伊要走，伊要跳，嗰陣總歸伊要對一方面發展，也可以做啲基礎啊。躲避球伊底背啊，包括嗰度安尼運動技能。伊可能係我哋未來嘅標槍選手，也有可能係未來嘅棒球選手，也有可能。雖然內部同竹田兩條小學發展球類運動遇到一條困難，不過對培養學生運動興趣同打好球員運動基礎嘅角度來看，實係有一定嘅幫助。更加重要嘅，成人喺運動當中培養嘅自信同榮譽感，對人嘅發展
更加可能变做抢了解正面力量。